大家好，我係 Alan，今集會講下關於假單據嘅案例。近日有一個案件涉及一名39歲中醫師，懷疑用 AI 生成假收據，訛稱向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捐款25,000蚊。佢涉嫌行使虛假文書被捕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8章刑事罪行條例，刑罰最高可以監禁14年。捐款扣稅要注意5點：第一，金額超過100蚊。第二，唔超過應評稅利潤嘅35%。第三，必須係金錢捐贈，唔可以係捐物資、買獎券等等。第四，必須係稅局認可嘅慈善機構，稅局網頁有認可名單。第五，保留收據。另一種有風險嘅係手寫單，例如食飯、維修、運輸等等，但只要金額係真實而且合理，就冇問題。我嘅片已經放咗上 YouTube， 大家可以 click 入呢條 link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留意最新嘅資訊分享。我哋下集見。